8点的风台继续向北走去，暴风圈有可能扫到马祖，上紧拜时发布海上风台警报，提醒大家注意西南气流。台南市安南区发生废弃物爆炸事件，算长12户的徛家，也有约300户受到牵连，重灾户上悬领12万慰助金。为了反制美国，加拿大政府宣布9月7日开始，对美国进口来的商品上悬要扣50%的报复性关税，大概有700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26中道新闻，我是麦尚莹。今仔日这雨有落卡利啊，也毋过呢，这高雄市是连续落几啊天的大雨，所以真侪大这路基拢流去。伫咧高雄都市总馆头前的中华路呢，昨暗是有公车的后轮规个安尼落入去土坑内底，加在这车顶的人全部拢平安。另外，伫咧高雄林埔的北铁路嘛是因为落大雨，这路基流去，市政府赶紧派人去处理。高雄都市总馆附近的中华路，2个暗时8点外，公车瓦站，乘客打落车，公车汹汹渗一下，随去一边。司机甲乘客拢走落来看，发现后轮已经落落坑内底，民众赶紧报警。路要吊车来斗救，公车顺利脱困，车顶34位乘客嘛拢平安。落落去迄搭，水利局先坑塑胶笋围起来，天光了后，赶紧派怪手来处理。不一个共一个路段差不多100公尺，所以又搁刷刷有2搭落落。李长讲，自从附近做下水道，中华路都一直落坑，帮一届补一届，真正毋是办法。这中华5路敢有讲遮侪坑，毋是讲落雨会产生呀，应该是内底是毋是还有其他问题，还是工程上有啥物技术上的问题，要咱改善，会当解决这个问题，袂当摕阮的人命咧做试验啊。另外，仁武的北铁路嘛，因为大雨路基流失，民众讲2、5早起发现有一坑，不过愈换帮的范围愈大，已经影响到人行道。李长赶紧通报水利局嘛，随派人来查原因。初步了解，敢若是暗坑甲水管拢逼拱造成的，会先做抢修，避免搁继续崩。来个人这款铁柱就挑下啦，他惊讲规个人影响到规个厝拢影响的，所以今日嘛紧叫因水利局啊，紧来把这处理好安尼啦。先以这个填平这个相关的这个修补的这个工程呢立刻同步的来做进行，也务必在整个这今天开始呢，维持所有的主要干道交通的一个通畅。高雄这场雨自顶礼拜6落到打，包括前定公西路、中华路、仁武、南马溪等等，较大台崩塌已经有6搭，民众望会当全面顺早。若无行伫遐路里，真正心惊惊。若市长讲会先做紧急抢修，以恢复交通顺序为原则。记者柯家族柯朝阳高雄场报道。台南市安南区前几日是发生这废弃物爆炸的事件，即马等到好天啊，所以受灾户呢赶紧请人来修理。这场意外是算长12户的徛家，也阁有约300户是受到牵连的。区公所是安尼一户一户去分这补助单，也那社会局嘛针对着重灾户，上悬是拨12万的慰助金。落雨一礼拜，总算出日头，受灾户透早紧请人，先甲窗仔外口钉铁片，暂时加雨，才去重新装窗仔。实际行去民众的厝内，规个内面绿苍苍，涂骹阁严重碎玻璃，天棚总害去，严重漏水。即阵才要修缮，在地民众有够无奈，认为后续要修理，还阁开一条沉重的费用。赔偿，那赔偿未够啊！爱用啊，无得。政府补助尔，伊个我赔袂到，阮规个拢有够侪钱啊，拢毋知要哪舞啊。现场毋有设指挥所，安南区公所人员2日嘛无休困，去每一间住户受灾救助补助单，造成12户徛家严重受损，边仔受到牵连的徛家嘛有约300户。我都估算啊，迄玻璃啦、碎高高啊、天花板啊。袂顺无到的啦，拢会陆续发现有一寡问题，佫无经费通去修理啊。申请书填好就可以直接在现场能够受理那一切都希望能够提供灾民最快速、最好的服务。追究这站爆炸的责任，姓陈顶3个共犯已经获法院裁定羁押禁见。不过姓王的主嫌煞走去越南，就惊到时讨无赔偿，受灾户毋望政府协助替因代为求偿，甲财产假扣押。另外，这阵工务局已经派技师来鉴定厝的结果，社会局嘛针对重灾户核发相关12万的紧急慰助金，行政期限到9月底，协助灾民渡过难关。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
有民众是发现这彰化市的向阳停车场呢，这草啊实在发了伤悬啊，那影响到人停车，同时嘛有可能会来bị抓。结果这管理单位呢说讲，因为即马是旧历7月有禁期，所以是袂当烤草的。后来市公所是出面来驳回，讲这有可能就是个人信用的关系，目前已经安排厂商赶紧去处理。来到停车场要停车，但是边仔即排停车架涂骹草啊发甲真悬，根本看无架仔线伫底。有民众发现彰化市的向阳停车场草啊生甲真悬，毋但停车无方便，嘛惊即马热人会被抓，也是生网虫。但是甲市公所反映，承办人员竟然硬讲，即阵旧历7月有禁期，袂当扑草啊。回应伫网络引起讨论，有民众表示毋捌听过即款讲法。刚才7月时啊，袂使除草。我真捌听过这个问题。其实我之前车停在这里啊，然后这草其实很高，这些其实是我用轮胎压过的，当然是蛮瞎的如果你农历7月不能除草，那你什么事情都不能做啊。市公所拜三出面驳回，表示因拢有定时安排厂商扑草啊，不过可能是即阵啊连续落雨，地势草啊发真紧，已经赶紧叫人来拍草。针对公所人员的回应，市公所表示，这可能是个人信用的关系。因为这2个礼拜来连续的下雨。一下雨之后草又长得特别快，那无所谓的轨迹不能打扫，没有这种事情。这个职员的回应相当的，我觉得是非常的不当，我们要适当的处分，应该要及时有人反映就应该及时来除草。市公所表示，已经派人来拍草，针对公所的公共服务嘛检讨，后手会要求公所人员，若接到民众反映问题，就要随处理，这会维护公共环境甲卫生。记者杨淑静综合报道。逐当的旧历7月13日，中原普渡的前2天，这新竹的城隍庙呢，拢会有暗访夜巡的活动，由城隍爷2个公主轮流出来巡。今年是2公主出来，文书业者是表示讲，这暗访夜巡呢是有求平安的意思，同时嘛是咧为城隍爷来探路草，是地方延续900年真有意义的传统文化。向城隍爷报告以后，夜巡就正式开始。但年中原前2天，旧历7月13日暗时，新竹城隍庙拢按照传统科仪暗访夜巡，参加民众手举火把，经过新竹街头巷尾，除了有求平安的意思，也算是咧城隍爷正式出巡以前，先为伊探路。这个活动真有意义，我刚刚来会使好市民保庇，还蛮有意义的。因为7月嘛，总是慈悲月，然后福禄月，然后想说出来也许安访一下，然后让地方更平静一点，很特别啊，想来感受一下。而且好像只有新竹有这个活动吧。有文书学者指出，暗访夜巡主要就是为着要替受冤枉的好兄弟伸冤，但伊拢是由城隍爷2位公主轮流出巡，今年轮到2公主。学者表示，这是新竹真有代表性意义的宗教文化。伊的任务是较特殊哈，特殊就讲，伊嘛是用迄个城隍爷的慈悲心嘛，要知影讲，地方是毋是有一寡即个老公好兄弟，伊受了什么冤枉啦、冤屈啦，无法度即个伸张啦，吼所以拢伫即个即个正日吼绕境以前办理即个夜巡的活动吼，这是代表咱即个新竹的民俗的特色所以呢，咱一定要好好保存即个珍贵的即个文化资产。大公主甲2公主因都轮流代替小公出去暗访。信众手举火把，现场看起来是真壮观，火光甲规个新竹市的暗暝笑甲光影影。由这项传统民俗文化完整保留伫台湾这块土地。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继续来看这沙丁利风台呢，这路线是继续向北走去，对台湾的影响是大大降低。也毋过伊的暴风圈也是有可能会扫到马祖地区。气象署是有个讲拜四透早呢是有可能来发布海上风台警报，同时提醒大家，这风台扫过咱北部海边的时，会甲西南风甲吹入来，所以到时这中南部地区也是要注意大水雨。早起北台湾的日头总算是出来了，天气转好。打进伫台北东北东600多公里海面顶悬的沙丁利风台，继续往西南西方向向中国的浙江来行。气象署表示，风台的路草向北来修正了后，未来会通过台湾的北部海面，上紧伫咧礼拜4的透早就会发布海上的风台警报。它的积极风暴风圈大概有可能会扫到马祖附近的海域，
或者是也有可能会扫到马祖的陆地哦，所以接下来是有可能会发布海警的，而且也有可能会针对马祖发布陆上台风警报。气象署讲，风台伫咧接近的过程中，受到大气也个海洋环境不利的影响，预计会豆豆减弱。不离个除了上瓦群风台中心的马祖地区爱特别注意以外，风台伫咧通过北部海面的时阵，大日来西南风会带来雨水，会予中南部地区有局部性的大雨，甚至南部地区会出现低延时的大水雨，这影响会一直到礼拜。通过以后，它南边的水汽会被带上来，那就很容易在西南部这里会下雨。在午后这一种雨午后又会增强一点所以它是属于小范围的强对流。专家分析，目前台湾有关伫咧几大片的低压带当中，一直到后礼拜低压带当中的扰动，拢有机会佫发展做风台。不过对台湾的影响，就要佫继续观察。未来这一礼拜大气的环境犹原无稳定，中昼过了后对流较旺，降雨的时间嘛有可能会较久。记者综合报道。好，即马这粒沙丁鱼风台呢是渐渐挖进咱台湾北部的海面。这游船沙轮那号呢是为着安全，所以取消行程，提早对乌克兰话转来到基隆港啊。海上风台警报呢上紧是明仔载就会来发布，所以北部地区甲中南部的山区也是爱注意局部性的大雨。旅客提出邮轮调整行程的广告，有名高士达邮轮沙轮那号原本8月25要去日本 Okinawa 伊势卡基，不过因为风台沙丁鱼扫来，海上天气不稳定，宣布提早一天25转来基隆港。有游客表示，安全是上界重要。我觉得他们应该也是考量安全性，虽然说我们的行程没办法，就是可以继续，但我觉得还是以安全为主。目前沙丁鱼伫咧台湾台北东平海面已经减弱做中度风台，向数有测，因为北边的高压减弱，沙丁鱼可能会对台湾的北部扫过，部分款就落机会大大降低。因为在整个路径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暴风圈又逐渐的缩小。预估是在陆上台风警报的部分几率是比较低哦，碰到台湾的本岛的几率是比较低。风台影响之下，整体方向偏西北风，北部的雨水会较济，中部甲南部的山区有时啊雨可能会来甲真大阵。目前较注意是风台沙丁鱼转弯的角度。气象署给出来这个角度的话，它往南转了之后，它的暴风圈的半径还是会影响到大概新竹以北，然后一直到大台北宜兰这个地方。气象署提醒，沙丁鱼接近北部海面，一直到拜六，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一直到马祖地区沿海都要注意会起大影，要注意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交通部观光署呢，最近是有推出这国内的旅游补助。不过，煞有网友讲，这业者一个听到要用国旅的补助，安尼就甲这平常时的优惠的计数转做是原价。观光署是表示讲，若真有业者趁这个活动咧乌白乱起价，安尼除了有可能取消补助，嘛有可能就爱罚钱。每年拢有不少民众会伫国内佚佗，不过根据观光署的统计，去年差不多67.2%的国人集中伫假日也是周末佚佗，有将近8成的人是选择当日往回，为着引导国人为假日当日游的旅游形态，转做普通时过暝旅游。观光署9月开始推出观光双轮出动方案，改说国旅超代算法。国内会比国外好玩多，不管那是说费用，你可以就可以自己规划啦。因为这个可以申请的话，就大家的权利嘛，就是加减补助一点也不错。平常有一些刚好碰到休假的人，他们或许能按照这样一个优惠去观光旅游，跟同时期来比的话，我相信应该在2成的话是应该是有的。观光署的国旅平日补助为9月初开始到11月30，一般地区第一暗补助800，第二暗1200，拢总补助2000块。不过这阵有网友大文指出，询问业者有关9月初2大、9月初3退房的加大双人床，原先业者表示优惠价是1000，不过这个报价无适用国旅补助，若是要用国旅补助，会以原价报价。网友速来问原价介绍，业者回复原价1480，扣除国旅补助实付680块。外界关心参加平日国旅住宿讲座的业者，敢会因为安尼提高平常时住宿的介绍？民众如果真的有遇到觉得是有抬高价钱这个部分，他可以跟地方政府来检举。
如果投诉，我们一定是直接可以跟中央来检举、具名举报，然后提出到底是哪一个饭店，让我们去做查气。这个规则可以说，我就是参考去年价格，在一定范围之内是觉得可接受的。可是如果涨太多，显然你就不需要被补助，所以是可以把它例外排除。观光署表示，若是民众发现有业者提高房价，会当提出检举；若是早前事实除了取消补助资格，嘛会当依照观光发展条例采取，由主管机关限期改善，还是处1万至5万的罚款。记者采访报道。为着避免这秋冬的流感甲新冠疫情，疾管署是宣布讲，今年倒病毒流感、正病毒新冠疫苗，这是对10月初1开始做，会当分做2阶段来进行。今年这流感疫苗的采购量呢是头一届超过700万筒，这当中也包括20万筒的免疫加强型的疫苗，提升予长照甲安养机构的老大人来使用。诊所等要看病，区域是一大堆病人，因为国内新冠疫情即马共款是伫高原期，流感嘛要来到流行期啊。根据疾管署的监测，顶礼拜流感新增加64例并发重症和15例死亡，新冠疫情是增加59例重症和19例死亡。单周还是有25000人左右，那重症死亡的人数19个人，单周的话算是新高的。新冠的高原期，我们预估的话，至少还会在1-2个礼拜以上。因为后礼拜各级的学校都要开学啊，学校内面人际交流真侪，可会增加呼吸道病传播的风险。疾管署宣布，今年公费的流感和新冠疫苗会对10月初1开始分2阶段开始做。第一阶段除了本地公费的对象，佫新增加公卫师、托婴中心的督工和行政人员等等。11月初2开始第2阶段开放50岁到64岁无高风险慢性病大人来做，而且为着要鼓励国人惯视预防保健，做疫苗会结合10月上路的健康病，只要做疫苗就会当趁健康病换健康类。打这个公费或自费的流感、新冠还有肺炎的疫苗呢，都会自动赚到健康币，后面就可以到合作的通路去兑换这个健康好礼。疾管署强调，今年公费3价流感疫苗，拢总采购705万150剂，是创历史新高。内面是包括第一摆采购的免疫加强型疫苗20万剂，会提升提供予长照中心和安养机构65岁以上的老大人公费来做。另外，新冠疫苗嘛会全面升级做新世代的疫苗，疫苗会改做 XFG， 拢总采购240万剂，包括莫德纳220万剂和 Novavax 20万剂，提供民众会当做无共制定的疫苗。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的部分，先来看这加沙南部一间病院呢，伫去年的8月25日，以色列甲空袭2解，迄当阵是造成22个人死亡，这当中甚至也包括着记者。即马一档的时间过去啊，这死者的家属呢是批评拢无追究以色列的责任，因为这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伊敢若讲，迄是一场意外，并无要进行调查。涂卡是顺一记者的家属手提的相片，25登去加沙走廊南部纳瑟病院，替1年前伫咧以色列空袭当中不幸死亡的媒体记者举办纪念仪式。لم يكونوا أرقاما بل كانوا حياة تتنقل بيننا، كان لكل واحد منهم حلما وأملا وبيتا وأبناء وزوجة، كانوا يعيشون حياتهم لكن الاحتلال استهدفهم لا لشيء إلا لأنهم كانوا صوتا للحقيقة وكانوا هم عنوانا لهذه الحقيقة. 2025年8月25透早10点多，以色列对加沙走廊南部汉尤尼斯纳瑟病院发动连续2波空袭，造成包括比邻社、路透社、报道电视台等5个巴勒斯坦记者在内，22个人死亡，50个人受伤。以色列事后声称发动空袭，讲因为发现到病院厝顶敢若是哈马斯利用媒体来监控附近的以色列军队，讲顶悬看背部就是证据。不过美联社等媒体表示，已经真侪届甲以色列通报讲，这个所在有记者，会看背部，迄是记者伫咧加沙地区热天风日后防风沙的保护措施。这个事件是引起联合国甲世界卫生组织来强烈谴责。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敢若讲表示遗憾，讲这是一场意外。这1年过去啊，也都无任何调查甲追究的作为。للأسف القانون الدولي موجود كقانون ويطبق في كل مكان في العالم، وعندما نتحدث عن إسرائيل يقف القانون الدولي عاجز عن المطالبة بتحقيق مستقل أو مشاركة طواقم من الاتحاد الدولي للصحفيين في التحقيق في جرائم اغتيال الصحفيين اللي تجاوز عددهم
因为以色列全面禁止外国记者独立去到加沙走廊采访，加沙内部的状况完全是靠当地巴勒斯坦自由记者无性命危险查出来，所以大多数死伤者也拢是加沙本地媒体人员。2023年10月17以下战争以来，死亡的记者加媒体工作者已经超过200人，也是全世界自1992年有记录以来，媒体人员死伤上界惨重的军事冲突。无论是采用倒一个单位数字，因为这场战争所损失的记者人数，拢已经大大超过20几年前的伊拉克战争、叙利亚内战、罗俄战争才加起来人数。公视新闻景元庆编译。再来看这美加的贸易战，即马又搁拍起来啊！加拿大的政府呢是宣布9月初8开始，对美国进口来的商品，拢要甲扣报复性的关税。即届大概是包括着700项，上悬会扣到50%。这消息一日出来，美国总统川普就开始回呛，伊讲考虑要甲这边界的安大略湖改名，合作是美国湖。加拿大财政部长甲工业部长做伙去视察工厂，嘛开记者会，宣布对美国展开对等的报复。这场贸易战的拍起来，就是因为美国总统川普顶日啊对加拿大实施高达50%的关税，和加拿大政府决定要来报复。Today I'm announcing that Canada will match the United States tariffs dollar for dollar, rate for rate. Effective September 8, Canada will impose counter tariffs of up to 15%, 25% or 50% on $27.6 billion in import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这波的报复清单包括大约700项美国的产品，受影响的产业包括钢铁、阿鲁米产品、家电，也有零制品等等。加拿大政府当时嘛宣布，会提拨70亿加币的资金，协助受影响的本土企业也有劳工。若美国总统川普是伫咧社群平台顶悬放刁，讲要来大大来减少甲安大略省的业务往来，甚至考虑甲美国甲加拿大边界安大略湖改做是美国湖。啊，毋过安大略的民众是认为讲无需要安尼啦。It's unnecessary, and I think building of animosity between two neighbors is something that is never a good result. We'll always call it Lake Ontario. Great Lakes. Period. We've navigated the, St. Lawrence River, the Great Lakes, for thousands of years, and it was part of a foundation of our country. 川普即马发声要改名，加拿大的民众大部分拢真无奈。若工业部长是强调会来做反击。美国甲加拿大朋友做遮久，即马贸易的恩恩怨怨却是愈来愈大。双方的谈判甲对峙，定着会互北美的经济发展一支摇百叶动。公视新闻郑伟林朋友。美国做乡村音乐的歌手陶丽巴顿呢，传出8月25过身啊，也毋过伊的家属并无公布伊的死因。这个陶丽巴顿呢，伊是赡养人囝，6岁写第一条歌，伊的唱片呢是卖超过1亿块，也捌摕到11座格莱美奖。伊的过身是引起各界的哀悼，就连美国总统 Trump 也宣布全国累半期1礼拜。陶丽巴顿好听的歌声，唱出伊乡村歌曲的代表作品。歌词也想要抗议金发的查某人都是戆呆的偏见。马甲面体格、胖胖金头毛，佮穿真下水的衫是伊招牌的舞台造型。伊创作的歌曲也常常传达女性追求独立甲自我期待的想法。伫电纳西州真善者的家庭出世的陶丽巴顿，6岁就写人生的第一首歌。伊做歌手超过60年，创作的歌曲大约有3000首，曲盘卖超过1亿张。伊捌得到格莱美奖12届，其中也有终身成就奖。That all these young women and all these young stars say that I've inspired them, it makes me feel real good. Makes me feel like I might have done something right along the way. 陶丽巴顿伫70年代用《Jolene》甲《I Will Always Love You》等等的歌曲，伫乡村音乐界真唱佮占重要的地位。也拿80年代，伊头一届演电影《9 to 5》，互伊进入好莱坞的主流市场。这出甲丁宏达也有莉莉·汤林主演的电影，就全咧讲3位查某员工管控坏爸爸的查甫主管。后来陶丽巴顿佮甲电影改做是 Broadway 音乐剧，作品也得到4项当年奖的提名。It's amazing to me that it's 25 years old and how long it's lasted, and the fact that it had a good message then, it has a good message now. 除了做艺人，陶丽巴顿也有别项事业。
而且搁做真侪善事，一直甲向建立西洲，打造主题乐园。道理五条是当地真受欢迎的观光景点。伊办想象图书馆的计划，免费送数百万本册予囡仔，这行为也互政治界对伊真懊恼。即马伊过身去，也引发歌迷哀悼。加州好莱坞的星光大道，伊千行的拍日头前遥控花裤啊，歌迷甲媒体拢来支持。I think individually I'm heartbroken, but I think collectively, everyone feels the same way. 平常时汉地讲政治的特里巴顿，遐目的成就，也有伊对社会做的善事，互美国政治界跨党派的人拢真懊恼。美国总统川普发文表示，特里巴顿过身去是数百万人的损失，也宣布全国降半旗一礼拜。民主党前副总统贺锦丽讲，伊是真正的美国爱豆。前总统克林顿也懊恼伊是出众的作词作曲者甲表演者。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继续转来看咱台湾，这东部地区呢，即几天啊落大雨，这海上的风影其实嘛真大。不过煞有游船呢去看到上清澈的海底，大家是安尼好好叫，拢真欢喜。那花莲渔会呢是表示讲，最近就是因为花莲的外海有烟仔鱼，所以海底呢龟棚安尼出现，有可能就是甲这有关系。规片乌麻麻冲出去海面，这就是人讲的海底粉礁鹅。因的特征就是身躯两边有一条乌线，喙短短啊，腹肚是粉红色还是白色的，永远拢是规大点出现。哦，一大群，就是他们会跳起来，然后你可以看到那个比较年轻的，就是一直跳起来，就是想跟人家玩这样子。除了粉礁鹅，这阵啊，佫会当发现白肚啊、甲灰熊鹅，和花莲外海闹热滚滚。业者就表示，这是难得的记录。福斯海豚一大群出现的时候，有可能是觅食，有可能是它在做移动。那他们家族是比较庞大的，它多的话甚至到10000只都有可能。那我们一般来说，在海上遇见它们也不是非常容易的事情。因为花莲这2天雨是落袂煞，风影嘛无啥稳定，出海佚佗的游客，原底就是看无什么海底，结果却拄到这么大阵。不过是不是甲气候、甲风海有关系？目前也无相关的研究。福氏海豚上千只的规模，能够观察到这样的情形，也是相当的幸运。至于有些推测可能跟气候异常或连日大雨有关，这部分因为是个案记录不足，所以没有办法多做解释。花莲区渔会是表示，海底假规定出现，其实是因为最近花莲外海有别人烟仔鱼。斗阵找这的玉鱼啊，本地就是海底的习性，甲气候较无关系。记者综合报道。好，看到这海底有影是真欢喜，也毋过呢，这中部的海底可能就无遮幸运啊。来看这台中港，即马是当咧进行屯海造陆的工程，有环保团体是批评讲，其实这区呢是中华北海底的活动范围，屯海有可能会减少90公顷的空间，影响到北海底的生存。而且因也真不满这台中港务分公司呢闪过这个宽屏，所以爱政府来赶紧出来处理。手举标语，炸北海底的道区，环保团体代表再次来到交通部门卡口演行动脚，指出伫台中港洄游的北海底，搁在面对生存危机，要求随停止台中港南屯风区当咧进行的屯海造地工程，也认为交通部讲这范围伫北环内无需要宽屏是白贼话，是一个天大的谎言。事实上，这块区域是一片开放水域、开放海域，指鹿为马，睁眼说瞎话。环保团体不满，拿沙土要吞回来，9月开始会收中部五县市永建村的土方，北海底活动范围会减少90公顷。环保团体指出，15年前反国光石化运动的时，北海底剩74只，即马剩大约50只，减1/3，屯海会严重冲击着生存。他们的压力会增加，然后这些压力会影响到他们的健康，降低他们游泳的速度跟觅食的效率，会增加他们被船舶撞击的风险。只是眼睁睁看着他们消失而已。交通部派人接定证书，也表示确实有回函予环境部，南屯风区伫港区内，原来敢要宽屏来研究。在会同那个港公司跟环境部，在就今天那个协会的这些诉求的部分，在依法审慎演绎啊。抗议代表有2个是15年前反国光石化运动当中，搁伫阿母的腹肚底，即卖已经大汉变做青少年。看到北海底有原咧减少，因搁再徛出来，也写4大共生承诺书，呼吁交通部长陈世凯随停工修复浅海的环境。这届是唔通搁讲北海底家己的挖，爱挖的应该是人类。
记者综合报道，云林未了乡民代表会的主席韩青山呢，伊是涉嫌长期用暴力的手段，甲这业者来讨超过112万的保护费，而且伊搁较开这假发票，想要来闪3000多万的税金。即马云林地检署是起诉26个人，认为这韩青山的做民意代表煞做这款歹代志，所以甲求判20档的徒刑。2014年7月，检警侦办未了乡代表会主席韩青山强取保护费的案件，伫桃园机场带回准备要出国的韩青山，迄阵检方向法院申请羁押，法官裁定20万交保。不过3月来，检方查出韩青山佫牵涉真侪案件，包括恐吓、漏税3000多万等等。检察官审酌被告韩姓主席身为民意代表，不时以身作则守护地方、监督环境，竟组成暴力集团，横行乡里，更看准废土业者不敢报案之心态，公然强索保护费，视法治于无物，严重破坏社会秩序及法治精神，建请就被告韩姓主席从重量处有期徒刑20年。检方指出，这个暴力犯罪集团，把当地土买的业者当作是领钱机。要求业者若进场囤土进前，拢要甲伊通报地点甲收料，大概时间就要付3000到6000块。若无配合，就要围场砸车，阻挡施工。被害业者多达8家，自112年4月至8月期间，陆续交付财物，总计不法所得达112万7000元。无奈啊，所以你就是会在法庭上捍卫自己的清白就对了。当然，因为有做跟没做，卖了人都知道。韩青山是法援王，表示检方指控的内容无实，未来会伫法院捍卫家己的清白。不过检方表示，韩青山除了暴力犯罪，也搁伫未了开设公司，以137张无实在发票当作进行的凭据。漏税超过3000万，经过侦查终结，对韩青山以组织犯罪、强制恐吓等罪嫌求刑20档，而且声援姓张甲姓黄的查甫求刑15档，剩的人更请法院判重刑。记者综合报道。好，来看高雄市呢，连续几日天拢落大雨，也传出灾情。即马市政府是启动专案救助，除了有这中央补助的一户呢，上济领3万5以外，这高雄市府搁再针对这饮水无到50公分的营业场所，也搁有工厂。另外，也搁有这电器去浸着水的受灾户，一户拢会当加领1万块。高雄高山区高山山路甲明团路交界所在，最高的水下袂离淹入去人家厝内底，宽度大概20公分。附近的居民就表示，大水雨加上对面军事区域抽水到道路，水沟啊未覆排，嘛是造成淹水的原因之一。经过环保局甲水利局等等单位的紧急应变，积水已经退真济啊。过来遮拢规排拢水，我下底规排拢嘛是水啊。落雨期间，有一寡住户有装炸水泵，省长的天度较轻。暗过附近有一间做过来中心，即摆地下室的停车场，互大水灌入去，水淹到要半的车身遐尼悬，有30台车浸水。日落透早，拖吊车已经小连锁甲浸水的车拖离开。已经淹到一半了，淹到轮胎了，整个轮胎都淹了，才要叫。面对高雄落雨变灾害，高雄市府启动0822大水雨灾害专案救助。若是徛起淹水有50公分以上，除了中央甲地方救助，拢总逐户上悬3万5。高雄市佫贴价，淹水无到50公分的，也是家电有浸水，逐户会当领1万家电慰助金。关的申请救助，或者是其他的这个低利贷款的部分，我们会加速的来进行协助我们灾民的这个重建。也若浸水车，只要是高雄市认定受灾区内底轿车含大型、重型奥多摆，上悬慰助2万块，奥多摆上悬2000块。车主就要伫浸水迄个所在区域的区公所申请，申请的时间一直到9月30。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来看，这屏东的东流线呢，是因为落大雨，所以停驶3天半。这小琉球的物资也咧要打底啊，所以业者趁今仔日这天气加较稳定，赶紧来送物资甲载人客。另外，这回落这大水雨呢，互屏东的农损初步估计是超过918万。县政府表示，为着要协助农民，会来加速这申请补助的程序。
船一靠岸，业者就赶紧甲要运到小琉球的物资捆到船仔顶。屏东连续大水雨，东流线停驶3天半，足侪旅客和当地居民过6天无法度往回，岛上物资嘛要打底。船运业者就趁天气较稳定紧载，不过26船班只有驶到中岛。虽然风影无大，但是为着安全，船班嘛是照计划下晡停驶，暗算27恢复正常。星期一啊。结果呢？结果今天才回来，早上要赶快啊，到11点而已啊。也是因为那个连续都下雨停船。对，没办法回去啊。小琉球那边都没有菜了，物资真的很缺乏，因为有游客很多啊，还有在那个打工换宿的啊。现在外面的风浪大约维持在1.4、1.3公尺左右，那风力呢，3级以下这样的风力开2班疏运旅客回来了，2班都是客满。这届南部地区做水灾，地区大量菜色水果害了。根据农业部到25下晡5点统计，屏东县农损大约918万，屏东苦瓜占全台湾总产量的1/3。受大雨严重影响，南州乡种苦瓜农民表示，雨无停，苦瓜授粉就无完全，苦瓜若出现水伤，雨一停，苦瓜落下来涂骹烂果就收无。授粉就不完全，花就不下来。我们这面积有多大？我们这边有6甲，那这样子大概损失多少？大概是50万那边啦。班长讲，苦瓜1年2收，6月底迄届大雨已经损失严重，才拄啊定情，就搁断着饮水。屏东县府表示，后续农损的补助，希望乡镇公所加紧脚步，使用 APP 甲网络，避免无必要的行政定时，协助农民复原。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原来伫南投的卡白笋呢，是因为这7月天气上热，埔里的温度呢差不多拢是伫咧32度左右，所以地区这卡白笋品质真歹，佮加上这病虫害，会当讲这损失是真严重。即卖为着要替这农民来争取补助，立委也佮有台中农改场的专家呢，是去到现场勘查，希望这中央会当补助农民减少损失。对，所以你这种切掉嘛，切掉你卖就剩这10尔。今年7月温度真悬，常超过30度，嘛去影响到卡白笋的生长，品质变甲真歹。农民讲卡白笋生入水下温度18到25度是上适合的，结果天气伤热，加上病虫害，影响到收成，损失真重。一般来讲，一分地，那我啲收入拢差不多伫咧10万嘛。我即摆真少，因为我即期的笋啊挂好摕去卖。我才领3万几块万，伊都过袂水啊，生袂出来啊。安怎讲？就病虫害，真严重。有迄大的叶啊，系啊，迄就是就病。为着替农民争取补助，立委马文君和农业部台中的农改场的专家拜三早起专工来勘查。茭白笋适合生长18到25度，所以它24、25还在合理范围。过去茭白笋常年来其实没有争取过相关的补助，可是今年看到这么多的那个损害，我们大概主要的目的是说，这一次可以怎么样协助农民？专家讲，埔里虽然有30度的高温，不过水下温度是125度，会加相关的资料带回去研究。立委表示，望中央政府看中这届卡白笋的农损，让农民一寡班站，看到规片的卡白笋田拢黄去，农民望会当赶紧摕到政府的善意的回应，摕到补助，减少损失。记者安秀南投报道。伫美国是有29个州市联合去告这个 Meta， 指控因呢是调工来设计这个演算法，互一寡青少年甲儿童呢眼看，而且佫改袂掉。咱国内今仔日也发布2份调查，包括着老师甲家长呢，拢讲对这囡仔见网络，也是讲人工智慧，拢真烦恼。AI 科技创新改变民众的网络行为，其中对囡仔甲青少年可能造成的影响甲帮助是受到关注。一份来自318位国校3年到国中3年学生家长的问卷调查发现，有超过50%的家长认为，未来 AI 时代囡仔上需要的能力包含同理心、理路甲行动力。也若希望学校安怎培养这个能力呢？超过60%的家长也是认为会当伫已经有的学科培养。也若希望加开专门课程，也是休假主题课程的家长，敢若大约2成。也若上烦恼囡仔成长拄到的状况，真侪家长关注的是人际关系，佮面对组家的心情的调整，也是失去学习的兴趣。不过有1/3的家长烦恼上过挖课手机啊，也是 AI。班上自己有个孩子，就是他蛮常会用 AI 的回答，用平板去用 AI 去找答案。那我有发现他一个状况，就是他现在会依赖 AI，
变成是他不愿意跟同学去沟通、去讨论。有一份针对全国11920位高中生所做的问卷调查发现，学生捌拄过有人用 AI 创同学的假相片，也是假影片来讲爽笑，也是用 AI 做作业，互老师长辈发现红骂。有人捌伫社群媒体互 AI 创的内容骗，也是面对 AI 回应，感觉无爽快。另外，看到 AI 创的暴力，也是色情的内容，甚至同学的面膜互 AI 创作色情图片，也是影片，也拢是捌发生的状况。可能小朋友他使用手机是因为他对于同侪的一个归属或者是压力抒发，然后父母呢，他其实会限制他使用手机，是因为来自于担忧。虽然家长真烦恼，不过调查也发现，有逾8成的高中生无同意对16岁以下禁止使用社群，因的烦恼影响到甲朋友联络，也是感觉无聊、无代志做。做这项调查的只互联名，建议家长加甲囡仔沟通，除了教囡仔会晓用 AI， 也要协助囡仔建立正确的 AI 伦理甲资讯判断的能力，互 AI 会当对学习甲创新有帮助，毋是来伤害家己，也是别人。记者综合报道。这几冬来，教育部是为了推动融合教育，鼓励一般学生甲特教学生做伙来上课。也毋过有民间团体是指出讲，这教学现场欠一个配套的措施，所以教室内呢，定定出现这的冲突，也佫有无奈。因是要求这教育部得要提供老师佫较侪资源甲支持。初高伫台中有情绪障碍的学生，一时失控用扫帚攻击老师，这款班级冲突引起关注。尤其特别开学啊，20人有民团开记者会，要求教育部在推行融合教育的时，应该爱互老师有更较侪资源甲支持，去面对有特殊教育需求的学生，呼吁爱减少班级的人数，安排特殊教育的助理人员。酌减班级人数1到3人，这件代志吼，伊个爱经过建辅会啊，建辅会老师的问题就是讲，即摆伊送资料去建辅会。后壁伊就甲你讲，你这无够严重，你报告写了无好，然后你申请就无过，你就无时数。基层教师面对了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家长会拒绝送医诊断用药鉴定，老师基于善意给予建议，反而被这个家长，而是老师反而变成家长投诉的对象。这几年在学校推动融合教育，鼓励一般学生甲特教学生做伙上课。不过教育现场欠缺配套，民团呼吁教育部要赶紧甲卫福部研究，建立各县市青少年精神医疗教育的支持系统，会当参考台北荣总病院的日头花学堂，和特殊生伫病院哪接受治疗哪上课。向日葵学院的主要是治疗，老师啊，请特教的老师去病院甲学生上课，这是上介好的，因为医疗器材无可能搬到学校啊，学校嘛无法度保管啊。但是老师会使去病院。针对融合教育的困境，兵团希望在保障少数特殊生受教权的时，嘛要兼顾多数普通生甲老师的安全。记者纪由基林秀凯台北报道。为着要宣传这老人福利政策，新北市社会局是来推出一个网络节目，让时代来做主角，同时也教这人安怎用敬老卡算透透。谁说老人只能待在家？谁说只能等待老爸？不怕不怕，关注我们，没有老爸，只有进爸。高年级超进化，这是一个伫网络播出的节目，由新北市社会局出品，希望透过节目打破社会对侪伙人的刻板印象，就时代用敬老卡伫新北市算透透，去美术馆看展览，去万里金山哪骑车哪看海，和食老的生活好耍个趣味。这我们以前都没有玩过的，然后你就很新奇，然后就让自己很开心。哎呀，好棒！我们可以回到年轻的时候。因为他们是可以增加那个市民的一个凝聚力，那也可以降低一般的他们在老年之后的一个所谓的焦虑跟那个忧虑的一个情况。新北市政府表示，新北65岁以上的时段有827000多人专台上座，因也会伫节目内底宣传新北市老人福利的政策。亲像对今年7月开始，新北市敬老卡6个月有600点，鼓励时段卖住伫厝内，会当摕敬老卡给出门行大。从7月份就升级了600点，那这600点升级以后，
我们就开始规划如何让长辈一卡在手，说走就走。第一个可以让你促进你的学习，第二个参加社会的任何参与，最后就是一个鼓励出来走走，出来玩一玩。新北市政府讲，敬老卡会当坐公车、坐捷运、骑 U-bike， 也会当坐计程车。提敬老卡也通去运动中心、美术馆、图书馆，希望时段伫退休了后，继续交朋友、开眼界，活出健康、更自信的精彩人生。记者纪者桂玲新北报道。好，世界带大家来看，想要保持健康，其实运动呢是一个介重要的代志。这是意大利一回舞者，因是借着跳舞甲接运动，维持筋骨的能力，同时也来鼓励其他的人有机会倒来动动嘞。第节奏音乐脚步整齐，伫课场上斗阵跳舞，这是意大利的罗马。这两个有会跳舞的人内底，帕斯夸勒阿公今年已经70岁啊，是退休的舞蹈老师。伊伫跳舞课内底熟悉学生，就是今年79岁的艾丽莎阿嬷。两个人拢真爱出门活动，有时每一摆到热天的时阵，因就来到课场上，真欢喜斗阵来跳舞。Posso essere padre, posso essere nonno di questi e vedere un proprio padre, un proprio nonno che si muove e che non sta magari buttato dentro casa è una cosa bella. Ho desiderio e mi piace molto ballare, di conseguenza io non sto mai fermo. 因为两个人跳舞的目的真单纯，只是享受跳舞，振动身体快乐。因跳舞的情形，互几路人翕来，放伫网络顶面，真侪人拢团伫看。若有罗马市长调工，老话甲因学老，也有电视台邀请因去上节目录影。两个人讲，希望因的舞蹈会使鼓励其他有会人有机会就站起来振动一下身体。Now I carry my suitcase, I carry my luggage, bag. I do everything on my own. I used to get my son and my husband to carry my bag. Now I do. 也伫新加坡，相关也有人推广专属老大人的跑酷运动。参加的人无需要伫大楼中间四界飞天遁地，只要伫公园的游乐器材来练习就会使啊。有真侪参加的人拢讲，身体机能有改善真多。袂少研究拢讲，有会人若是来跳舞，也是做跑酷这类活动筋骨的活动，毋但使预防筋脉流失，也会使刺激大脑，延慢失智。虽真侪国家的平均年龄是继续升悬，老大人会使参加活动也愈来愈多咯。公视新闻由派顺编译。伫挪威呢，这个国家是有88%的电拢是对水力发电来的。也毋过，这俄乌战争发生了后呢，欧洲的能源安全是受到真大的冲击，所以也互挪威真做是欧洲上大的天然气的供应国。即马挪威已经掌握到能源甲利益，所以想要去开发这北极的石油甲天然气。也毋过，所有民间团体去甲这个挪威政府告，认为讲安尼做会破坏气候环境。绿色和平甲地球之友青年组织第2023年对挪威政府提告，指控无充分评估北海三座油田生产的石油甲天然气燃烧了后对气候造成的影响。诚信法院2届判定环保组织胜诉，认定三座油田的开采许可无效，引起挪威政府的不服，决定上诉到最高法院。Means that Norwegian politicians will have to actually assess how many lives will be lost, how many forest fires will be created, and how much ice that will melt due to Norwegian oil. Well, the government position is, of course, that the licenses are valid, and Greenpeace are attacking the licenses with the claim that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has not been thorough enough. 这个案件牵涉到三座伫北海油田，分别是挪威国营油气公司Equinor所属的布雷达布里克油田，一甲挪威能源公司 Aker BP 所属的第二文甲伊格德拉希尔油田。其中前2座油田已经投入生产，第3座是预定2027年开始生产。虽然法院判决开发许可无效，不过法院并无要求停止生产，所以前2座油田目前也阁持续运作。If we win this round, it could change Norwegian oil politics forever. It means that we will have a sufficient impact assessment of the climate impacts of all Norwegian oil, which would be a landmark decision. 挪威政府强调，若三座油田的开发许可互人推翻，若牵涉到法律甲政府层面，也有可能影响欧洲能源安全。最高法院一定进行4天的听审，判决可望伫今年较晚会公布。公视新闻丁小芬编译。今仔日天黑，金门、马祖有局部地震准雨，也是雷公雨。
台湾南部的落局部地渐准雨，其他的所在是侪云到好天。下昼西半部山区甲东半部会落局部地渐雷阵雨。感谢您的收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